来我嘅家乡美丽看风流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嘅节目，我是钟怡晴阿群妹。今日嘅初五哦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今年行太运哦。好，家下 LED 节目嘅样片都有看到吼，哇，闹热简洁呢，又有大字炮，又有娘柳。今日爱同大家分享嘅就是阿群妹爱，阿群妹爱咩係美丽嘅西阿妹嘅，也就係愛過年嘅時節，愛啲愛嘅家鄉，看到嘅景象，看有暗到兩岸鬧熱，有冇大字炮呀？就係啲美麗最嗨、最刺激、最熱鬧嘅過年嘅活動啊！鼓手一下，就來夾夾來分享啲美麗嘅大家族，夾夾來分享邱市長，市長你好。哎，主持人好，所有觀眾朋友大家好，客家年土嘅大事啊，都係幫涼，冇錯，幫涼算是呢一下幫年咯，啊，都冇考證嘅結果，王定瓊老師啊，考證嘅結果，沒有另外有同意好高作文，王定瓊先生哈，佢嘅考證嘅結果，也最起碼都有400年左右，到大陸沿向傳過來。到台灣有200年左右安尼嗬，所以講也係一個相當有意義嘅客家代表嘅一個盛事啊。鬧熱簡潔呢，佢家主持人講，唔單止鬧熱簡潔呢，好很乒鈴乓啷，乒鈴乓啷，彩得亮光，真勁，艳呢，在我們家後面那個河濱公園呐，崩涼嘅時間，鴨不卡，我覺得鴨不卡嘅重門全部都會震動誒，超毛哦。因為個鬧熱啦，嗬，過去嘅島誒嗬，有10種，所以當然嗬。他們將佢有10萬來自於全國各地，甚至於外國，呢度外國，新加坡啦、加拿大啦、美國在內嘅啦，嗬，佢哋大家都會向下來看，如果對民俗有興趣，或者對幫涼也嘅嗬冇了解，全部過來，他們有10萬人，每年嗬。哦，嗰個苗栗嘅啊，嗬，苗栗嘅人講智力就咯，係啊，啲苗栗嘅風情浪嘅所在係乜嘅所在？就是南苗那個三角公園嗰片，錯冇？三角公園嗰片露水嘅冇動態，唔講你漸冷咪暗到熱咯，錯冇？唔會差。對，鼓手一下就要來同大家分享，我記得嘅寒色時節啦，過年嘅時節，我會卡就會等等嘅，有冇？一下初幾多哦，涼差唔多。會出來了，好，天天呢就會聽到燕燕聽到嘅打鼓嘅聲啊，行個乒鈴乓啷嘅聲啊，嘅聲音呢就會同連沙向下行到太魯空去，看那邊有涼，夾夾去停涼，錯冇？也就人到停涼，對不對？對，鼓手一下就要來請市長來同大家講，要在真實嘅幫涼啊，係乜嘅時節，你苗栗有繼續留意繼續發揚下去，因為你嘅也同傳統文化可能已經流傳很久誒，有一段時間可能會嚇沒咯，嚇冇按到年老嘅重視。其實家下講過一個客家幫涼嘅傳統啊，從沿向過來到台灣都200年，但是呢，從一個民國50年左右家下，佢一個頭目，有新光片子廠，新光片子廠家下建2樓，一般1樓我家下限係。單站裡面哦，哇，一定有錢嘅哦。2樓嘅時候啊，佢嘅面前有隻大和堂，佢就請一條涼水入來，入來以後就拆個門，個鐵門都關下的，然後佢嘅紙炮都到流蕩變的，個紙炮用米羅，佢係個10個20啥，我帶下個涼呢涼當然一方面散紙炮，一方面打到油晃晃嘅就可能涼菜價嘅地位嘅按到現在嗰個呢，佢嘅涼到結束以前，佢掉一隻5000元嘅紅包，幾好時咧，5000元，做得人個買半件屋嘅嘢，哇，5000元，所以個涼菜呢，大家都頭擺，大家就當神嘛，會練，唔但練，唔止單止練一個體力，還練
人講要共福袋，錯嘛？人講嘅，做嚟刻起來，刻起來方式，但係米吹冇重要，睇個風暴拿下來，個風暴拿下來嘅時候啊，應該涼吹啊，一個5000元，一相當迷人嘅地方啊，所以記住按呢個結果呢，個星光標誌，越做越大。做到也係心光失團，哇塞！所以講也係為他嘅一個以後嘅人講嘅氣法，所以係會一千多苗栗嘅企業界啊，即係城里人，就係講城里人，他係要有個養糧啊，幫糧要資源那個幫糧，係會1000多1000發展。1000多萬，連水果行都咁樣喎，水果行經過幫糧以後啊，哇，全球用補的要入來。真嘅，過年啊，要開店嘅人，大部分就會來搶糧來釀一下嘅，錯嘛？所以講也注意嘅嗬，就係客家傳統嘅文化嘅特色嘅地方，也係有事實證明咧，唔係傳說性咧，也係ክን台嘅東西，唔係講嚴固嘅記錄啊，所以也係嘅嗬，係一個苗栗當年的盛事啊。韓國講到要幫糧啊，其實幫亞雜師啊，我們是沒有華語字的，沒有火旁這個字，對不對？其實亞雜師係你客家師，係你客家的意思。唔係，個幫糧幫啊，就自拋嘅打個幫啊。好，幫就是這樣，對不對？但亞嘅雜師在康熙字典因為我也有強調過，用幫嘅時候啊，強調過陳運動陳太師啊，陳太郎。但係講嘅幫糧嘅幫，沒有幫。哎呦，戇居嘅，佢用火解就旁咗人幫咩啊？咁個幫糧嘅詩都係按啦。係講有按嘅詩冇用有啊，康熙字典底部都有按那個幫啊，有冇冇幫咯？哦，就係客家，所以講客家嘅奄奄一沉冇，對不對？我們對個天羅침都也是幫詩，真嘅，用大詩。但是康熙字典裡面可能是有要到幫詩誒，對不對？很特別，要覺得你客家文化當地偏類素材啊。幫就自拋幫糧，對，幫糧的為什麼叫做棒龍？大家講棒龍，就是因為那個嘣，就是那個鞭炮那個爆炸的聲音，所以我們要拿來爆龍，所以就叫做幫糧。其實也個幫糧的意思就分養糧來。哦，嗰因為自拋有鹽，對，糧嗰種鹽呢，底部就出來就。哇，像庭園家務用哎，對不對？真的很有意境，真的。公園看到個龍啊，底下自拋一個鹽火地肚空啊，穿來穿去，對不對？那個感覺就像看到一個迷幻的傳說中的生物一樣，活靈活現的就都太感眼前。龍就係神書嘛，對，就係神獸嘛，對。龍在也個人物之間啊，走上走下。唔看嗰種感覺，嗰個就係一種鬧熱的氣氛啊！哈，對，韓國啊，就像苗栗市按到年來都規劃嘅動都會發通，像有一系列的，聽說有6部曲，對不對？要6部曲，係那6部曲都係同大家來小結一下。娘娘當然有嘅嘅譜作啦，嚇，做乜東西樣？何況我作為過1米6，客家話叫過糧。過糧，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字哦，叫過糧。那關於翻譯都按照芙蓉，糊紙糊的糊，又浮起來的糊。所以講天嘅當然都過糧嘛。嚇，天嘅當然都點燃了，兩個可以嘅，兩個可以嘅，點燃遵照古禮來做。古禮嘅點燃係用嚟來做。古禮嚇，上表彰。到玉清宮一個關聖帝君恩公面前。來祈求，帶領所有糧炊，有適當帶領的，回到恩主公嘅面前，上表彰，報告以後呢，將開始也個搶到也個神靈，神靈隨去就用也個朱砂，拍技工嘅拍個上機嘅技工機械。最近嘅按講究啊，也一定要嘅，嗰行去米酒。嗱，做乜嘅呢？也個古禮上有這規矩嘅。第一個神明同意咧，也神靈都要朱砂，對唔對？朱砂撇下咩？係咪撇下？
或者也个米酒的发现嘛，也加拍摄的加工机，拍摄的唔係自家加嘅，即加工機嘅建議式的，表示也前拍嘅最單個嘅一點，嘅建下，嘅寫喺那度。所以講每也個幾年呢，當年按一個發通啊，千多嘅文史好搞好，來也入去也個鏡頭，我們做起也個留言，因為係就完全只有傳統嘅，真嘅，所以譬如做4年，前3年。我即個都前拍啊，前拍，冇前在那裏營造，也冇有其他嘅，因為這個是所以講非常非常莊重的、隆重、衝動、神聖的一件事情哦，鼓手啊，冇神聖哦，我講高鐵停停會不平嘅，這裡要甚至說改也一神聖的東西，我也一天要當，也做4年一天要當。當錢，鼓手流傳千百年的一條事情啊，係當神聖，係當特別的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要同大家來分享苗栗的保留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。剛剛你講嘅好，你苗栗鬧熱漸漸的崩龍啊，好有6部曲。剛剛講嘅兩鋪，好講嘅兩鋪以後高龍還個點演嘛，對不對？點演過後呢？高龍，嘿，點演，點演過去就一個娘龍，就說得來娘龍誒，娘龍去就個崩龍，崩龍。娘龍嗰個田龍都正，田龍嗰個就幫龍嗰個就花龍，哇！鼓手呀，6個步驟，其實你苗栗亞擺全部都有拍內地的發通，對不對？當年都有，當年都有。也係鼓勵啊。對，鼓手聽錯愛老佢遵守，對不對？做唔得老佢改變嘅。主持人嗬，呢個堅持也個模案嘅嗬。對。像係個主持人嘅話，會輸到上去又做唔得。冇錯，鼓手啊，2月5號，你新郎嘅2月5號就開始我們的點演的發通了，對不對？剛下講。冇錯，那個2月初5啦。就係點演啦，點演嘅發通。加講遵照鼓勵啦，嚇，遵照鼓勵來。好，鼓手點演下邊還有一個很多苗栗客家龍的競技，也係乜嘅意思啊？哦，有比賽哦。最主要就講要點演以後啊，就開始讓龍咩？哦，讓龍來嘅時候咧，當中就有個龍嘅比賽。龍嘅比賽呢，但是客家龍，中華講客家龍呢，客家龍嗬。挺好也一比賽龍模樣，有乜嘅模樣嘅素材？即係一客家龍嗬，以熊頭，熊尾嘛，用再開青苔，個龍頭青苔，一般嘅按個國際嘅按個競技龍嘅話，龍頭細細，嚇，佢好遠咗，但是呢。客家龍嘅龍頭太雄頭，一個雄壯威武，而且有殺氣啊！把一些那個下疏疏的東西啊，看到佢都會嚇走啊！就係按嘅意思，所以佢學全部一當雜嘅嘢，一當雜嘅嘢，有哦，所以講也個客家龍亭也個比賽龍模中央嘅人員，個地方啊，就係嗰個都客家龍嘅後背面有劍呢。就係面有劍咧，有劍啊，對不對？有劍咧，嚇，劍起來，有劍起來，也就係一般冇中央嘅地方，嚇，所以講客家龍頭強咗些，個雄威，嚇，個龍面有一些劍起來，也都嘅，嚇。鼓手一條競技的這條一條龍吹啊，都係哪一片來做下起來嘅？哪裡嚟？從沙灘啦，沙灘同沙旗啦，我哋。但是今年一貼咧，聯合大學一個鄉鎮嘅同學啊，佢圖夢呢，去年連2年參加嗰個霹靂棒龍以後，佢超多同學，20人嘅同學。
来组成一个龙吹，今年要参加，所以讲我就千欢喜的这个龙队按多年来当，所以也个有后继有人啊，唔好講後繼無人吼，你咩都冇介紹。唔講師總唔介意開始有講這個舞龍舞獅啊，樣龍啊，哎呦功夫大嘅呢，跟一條全部就係好上嘅呢。好上嘅佢也10月份開始就開始訓練呢。哇！哦，佢利用課後呢就嚟訓練。我自己個也做體力的訓練，因為練下太好多個山皮方面，也得上班走練體力的哈。所以相信啊，也得會有相當好嘅一個表現。哇！鼓手也出去睇㗎，你看哦，連來沒有啲啱讀書嘅太學生嘅，對不對？就都對人哋嘅幫龍暗有興趣。鼓手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，假使你喺來沒有你看過幫龍，大家都會同樣有興趣，錯冇？韓國你有看到？對，2月5號有這個點演嘅發通，接下來青浪嘢咧就是踩街的部分，對不對？踩街咩動浪嘢？係啊，那踩街吼，今年有40歲啦，啊，40歲當中啊，要分咧金木水火土。哦，有主題的哦。看而家嘅金木水火土嚟本啊，你都睇嚟講哦。乜嘅係千針地位，哦，乜嘅係全世有名嘅東西，對啦，各有特色。也係乜嘅那個土嘅本體當中有乜嘅同有特色嘅東西，所以講我哋就睇下客家莊，甚至全台灣，啊，也嘅先好民俗發通咧，人家真係全部搶過來，嗬，做一個菜嘅，也係全國啊。菜嘅採用清倉咧，除咗冇國慶嘅暗藏以外，老實講，一般政府啊、地方政府啊嘅判嘅菜嘅發動地方，苗栗市判嘅菜嘅係清老熱加清有好、清有看相啊，貴你講清有看頭。剛剛講5個主題，金木水火土，那個金嘛，就是金質金牌，對不對？我看到有那個新竹竹夢舞集徐夢月老師的，他的那個與大地共舞，客風四季，對不對？對。然後還有嘛該青年高中的舞蹈科，對不對？全部出了表演。世界有名的扯鈴，哇塞！還有全國最棒的東南亞最棒的卓蘭高中的合法龍隊。哦，我知道踩街最好玩的就是什麼？因為踩街它就是在我們的面前，對不對？沒有距離的演出，沒有距離的藝文的表演。對不對？韓國撒哈拉呀，就係2月10號嘅民俗踩街，對，乜個時間開始？下晝頭6點。下晝頭6點啊，到南廟，一個新竹學院，我講唔知喺度幾多附近嘅，新竹學院85度 C 嘅，啊，幾多附近也有停車場，啊，這個新竹學院停車場，或者一個太同貴高停車場，或者是一個太前醫院停車場，幾多也一度停車，但是希望大家還係用公共汽車來哈，大眾運輸工具可能不夠，幾多開始呢，一直都沒有火車站。全長差唔多將近5公里啊，將近5公里，所以一個沿線呢，就唔單止也有踩街過，也有停點，比如講6點也當過嘅，哦，也幾個在個街頭嘅巷嘅地方哈，也有個停點嘅表演。哇，嗰時候行咧就會遇到驚喜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啊，詳細嘅呢，也係很多嘅雙廟，施工所嘅個廟呢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不過甚至係呢，在也天子按方便嘛，哦，APP 裏邊前面苗栗施工所嘅哈，苗栗幫流，哇，隨時也有清醒的資訊那個。係冇唔錯，韓國呀，踩街啊，雖然咩動鬧嘢，不過大家親有興趣的聽眾就係安尼嘅幫龍節呀，對不對？就是我們的最熱鬧的幫龍節呀，先來看一套樣片，看看頭擺動鬧嘢的景象。
看看用迄吉祥通话啦。以前练搭自炮的吼，搭到个杨龙的这个车龙珠龙头的个师傅的脚下，看见学到武顺用的，用闪也个自炮的吼。哇，相信大家透过那个空拍机吼，看到你苗栗崩龙青闹应该清真实，真的就是烟雾弥漫，对不对？虽然很多烟，但是不过太阳妹做的看到那种自抛向连田的感觉，冰冰崩隆，冰冰崩隆，彩电亮光，嘿，冰冰崩隆，彩电亮光，整个就是很旺的意思。韩国你的崩龙子呀，迄嘛个时间，大家爱去哪里看哦2月10日啊，2月10日呢，就係幫龍子呀，7點就到苗栗市和平公園。對，和平公園嘅場所啊，當發當好哈。冇錯。咱也個安布條也個下晝的5點開始，至於體驗啊，體驗。唔做的全家大小呢，全家大小啊，我做也個高中以上嘅學生誒，哈，高中以上個後生人啦，後生人，分2組。全家體驗呢，全家體驗唔就睇人細子向下來，睇到個龍，像係龍細龍嘅啦，嗬，細龍嘅嗰個較太美嘅糾結龍，啊，本人睇到去列下嚟，也都是本人全家聽下來一個翕相，因為我哋要準備到一個幫龍嘅衫褲同幫龍嘅頭帶，嚇，頭帶本貴身嘅裝備啊，嗬，也個本人可以到來留下永久嘅回味。哇，清真。然後呢，就有個一個霹靂棒龍，霹靂棒龍就乒乒乓啷，霹靂棒龍嘅。哦。都那個後生人做的抽一出來，啊，抽一個10月3日來，哈，10月3日來，我10月7日，啊，我都呢，許多個人幫報名，啊，報名的時候，那臨時我哋在等租一個龍吹，但是佢有大字炮的哦，那我也得有準備到，一個木架，有準備帶樹蠟嘅。但是拜託唔做個冇做太好嘅衫褲啦，因為自拋會幫到，可能會留下一個痕跡，哦，其實我唔到也如果較優嘅衫啊，可能幫你隻褲，個大雙腿都冇得曬，哦。鼓手啊，太搞笑，親子版的還是要刺激版的，全部就做在一起體驗嘛。其實還有懂得動靜，蔡先休息一下，再同大家來講。好，歡迎大家又進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杜康同大家來紹介就係苗栗青鬧熱嘅崩龍啊，家下有講嘅這個崩龍子鴨，崩龍子鴨吼，頭前我有一條體驗的活動，對不對？唔講係親子，也係哇想要刺激版的，大家就做得來體驗。那接下來就是最精彩的崩龍子鴨了，對不對？那以前我記得我看到誒，就是一個場地，那可能就是一隻龍或者是一個龍隊，啊，亞拜堂講冇空用哦。係，苗栗市公所辦一個崩龍子鴨，舞台面前呢有3米龍，啊，龍個米。所以3米龍都表演，表演時候都幫有專門打自炮嘅人。當然，你假使想體驗一下打自炮嘅，唔怕聽喺度講，喺度本事。頭擺客家話有講嘅，雖然打自炮又強又好，打嘅又感覺當好，但是呢又會強嚇。雖然打自炮，好可怕哦！雖然打自炮又強又好，那打自炮嘅嚇。個本來他個看啊，嗰個那個呢就講那個有一組啊，一組就講個霹靂棒龍，霹靂棒龍本來就嚇後生人，
去家去帮助，但是我哋要有适当的打字炮，跟住无像表演用嘅按嘅吼，嘅火力按强啊，火力啊，但是感觉一般样嘅，感一般样嘅，对，所以一有嗰種嘅觸覺嘅感覺啦，觸覺講一有感覺嘅實際嘅按嘅嗰種能量嘅體驗，所以也係一般後生人吼。哦，你個個人愛不釋手啊！個人養到很別的錢都唔係錢。故說我們同時愛來提倡大家，唔過你去真係去體驗這個舞龍舞獅，對，去看大家咪愛下聲音，下注意到誒。戴口罩啦，變嚴啦嗬，空氣總係會較冇安好咩，所以戴口罩嗬。一個是講像聲音呢，就千老主要戴目鏡啦、耳罩啦，嗬，耳罩，耳塞嗬。也就按你落去會有較好啦，哦，所以尤其10分4年，千老都冇去啦，啊，人講人嗰個做自跑嘅上嗬，你假使講一天要帶去唔怕，目鏡啊，耳塞，嗬。嗰也一天要準備防護的衣服啊，也得有。韓國也知道，因為美麗是那個經國路的河濱公園，我覺得那是一個東後的反應。做嘛干哦？因為跟下坡它是在比較低的地方來養龍，來那個舞龍舞獅，但是它上面是有它狗尾素材。以看台來講啊，也就相當好啦，對。咁但我哋嗰度係空氣流通真好，空氣流通真好，所以講唔可以講樣嘅去攝到，嗬，唔可以講樣去攝到，因為空氣流通真好，所以嗰度嘅講起來，係真好嘅場所，但是還係拜託大家，口罩戴戴，耳塞嚟戴來，嗬，一個是也個護目鏡，還有旁邊的護目鏡也戴戴，按你就12萬分嘅個。安心就是好誒，你也看到這後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型的龍，但其實這個龍，你看起來，哇，它的做工很精緻，韓國一開始有講到那個狗龍，就是用紙糊的那個龍，其實這是一種傳統的工藝嘅，對不對？故所以下就來看一下，一個傳統嘅工藝應用嘅來做誒。每年都希望做得比去年更好。所以龍水嗰啲鉗呢個是，鉗呢入頭做依度，做兩做再，咁另外兩對落一樣嘅。每一個細節，對，師傅就是在旁邊這樣督導我們做，其實我們就是一步步把完成。參考亞洲競技龍的，因為亞洲競技龍的每個國家做的型都不一樣。哇，市長，呀，個龍真係藝術品哎，它是用竹片去編它的骨架，對不對？編它的骨架，然後再用個字，然後給勾上去。係啊，工藝藝術哈，也頭擺嗬，冇嘅像也下按好嘅殘嘅東西嗬，頭擺下用眼線嘅一隻一隻嘅去弄嗬，行較辛苦，不過也係因為材料嘅改進啦。有較好嘅，跟也按啲東西啊，你冇法都用其他去做，因為一定要用種咩咧？一天破唔到，跟龍爭會成啊，那個哈，所以講也傳承，沒有問題嘅呢，應該傳到幾個老師傅。傳到幾個老師傅聽聽哦，哇，古所也就係按你客家嘅文化同講，同有特色嘅素材，同冇？工藝藝術，按你作為按講嘅工藝藝術，但是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們想象得到嗎？這麼漂亮的龍，接下來它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命運呢？市長？在一個幫農置業過後，也就係一個人哋講正月的17，這個正月的17號子時以後，深夜子時以後呢，就會發龍啊，所有嘅因為
神龙喺田当国抢下来嘛，哈，虎都也龙喺身上，所以讲也个龙呢，迄个是无花体的花，比方我乌卡哈，金风季，过年过节，哦，用神人，当日哈，早晨暗晡，停佢拜拜，奉茶，当日都爱，係啊，所以讲以一刻来讲呢。就冇人要按呢，天個冇按呢生活空間嘅，天嘢他家就工業時間啦，嗬，工業時間他家就無限恣差，所以講一下用才去發亮，要發亮嘅嘢。哦，就按你老幾小聽咧。發亮嘅時候，本然親感通嘅場面啦，嗰條龍珠或者是個陽亮嘅嘢，全部刺眼嘅，唔是講。他家就起咗嘅啦，點，嚇，甚至有咧一含的木質哦，就送佢上天咧，古時候也在化龍的儀式結束以後，咩表示講好，大家年糕貼咧，今年年糕貼，大家好準備，送去打邊嘅，送去打邊嘅。對，你甜春糕嘛，有種冇種料都甜春糕，你客家人嘅笑，錯冇？也嘅嗬。菜體嘅裝啊，菜體裝係啲係甜傳啦，但是頭擺出嚟客家人用種神香咩？一出來譬如講從梅縣啊，那出到江州去啊，10個月啦，頭擺攞幾10年嚟啊，所以講一出來台灣嘅要行較久嘅時間，去南洋嘅當要時間，所以釀睇咧。就準備一瓜子瓜體咧，瓜子就準備春外打邊嘅，哇！所以本地嘅人，係都裝頭嘅老人家一條，就有色冇色，料到廚師吧，有做唔做，都甜傳糕，都按意思啊。冇錯，韓國其實也擺幫龍啊、苗栗絲啊，其他的咩準備嘅當到很特別的文創商品，短短的時間極夾到對同大家來收嘅，也係乜嘅？也個係幫嗰個參加陽龍嘅土袋，當派頭啊，現在產業啊，講也個嗬，搭起來當針頭當好看。韓國山下來，嗰也個嗬，做係一個也個沙田啫嘛呢，也就迄個是來苗栗要賣。種嘅發票啊，你去買東西7-11也好，奈刀也好，買東西食飯也好，5種發票，我就送你隻沙田，哇，就送你隻沙田嘅。韓國市場呢，嗰也要打卡嘅呢，送日經過苗栗，有個信仰聖天玉泉宮，做援助員工。就做得拿到。援助一個高路高高，切都要保佑嘅。比方茶當個咧，唔係保佑唔要行茶片啊，唔係帶到人嘅身上啊，唔去到呢人講少年啊，下出都全部會散開。冇錯，韓國今日4種動態房，我來送10組本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是愛到 Annie Fook 起來的粉絲專頁去留言，愛愛去苗栗看幫龍，我要去苗栗看幫龍，就做得到也1組哦，總共有10組哦，大家愛好好來關注 Annie Fook 起來的粉絲專頁，還有 Annie 苗栗4公所幫龍的粉絲專頁，對不對？冇錯，好，隨時掃描，掃描可以掌握關鍵的資訊。好，沈蒙市長來到 Annie 節目現場，謝謝市長。多謝這個主持人哈，各位就請歡迎全國嘅所有朋友，不管客家、河洛、客家鄉下來，每個人都來苗栗看幫龍。一定出家人客家人，做得唔易呢。古說大家聽說去苗栗看幫龍哦，沈蒙大家是看先在天天欣賞來做運動。冇來哦，喺大上。